今日係2026年3月10日，版主之前嘅影片呢，其實就已經講中咗噶啦。何太嘅直播越嚟越少人睇嘅情況之下，佢就唯有再次自己呢，走去揾自己有扮 fans 去支持自己。除咗自己課金俾自己之外，佢而家仲揾埋晒啲自己友呢喺度扮偶遇，喺條街嗰度呢，就假扮撞到自己。然後就叫啲現場嘅 fans 去讚美自己，咁但係讚美嘅時候呢，竟然又露出咗破綻，證明呢個係自己有，同請翻嚟嘅臨記係冇分別嘅。咁點解咁講呢？咁啊，另外啦，佢而家呢就開始可能玩埋嗰啲預告片啊，喺直播入邊呢，又大大聲宣布話3月19號嗰日呢會有重大事件發生，叫人哋期待同埋支持。咁到底佢又發生咩事呢？佢又想搞啲乜嘢呢？而最後最好笑嘅，平時人哋肯課金俾佢嘅話呢，佢就讚到人哋天上有地下無。咁但係原來何太而家呢已經變到一個虛偽到極點嘅人，佢竟然因為佢自己嗰啲粉絲寶寶嘅打賞出手太低，就調轉話人哋黑粉扮嘅。咁到底又發生咩事呢？嗰個中粉寶寶打賞咗俾何太幾多錢呢？搞到何太咁唔滿意，甚至要搞到何太話佢係黑粉呢？版主搜集咗啲資料之後，今日又再同大家講解一下。喺睇條片之前呢，咁啊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，之後就再俾個 like 完之後呢，如果覺得條片係 OK 嘅，就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人睇，而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。希望所有入嚟睇呢條片嘅人呢，都做足呢幾樣嘢，唔該晒大家。咁首先呢，由於何太嘅事蹟可以追溯到去2024年，咁如果大家係對佢以前嘅影片，又或者對版主以前對佢嘅評論係有興趣嘅話，咁就可以睇翻版主嘅呢個播放清單，裏邊呢起碼最少有50-60條片係關於可伯同何太嘅過去嘅。影片嘅下方嗰度呢啲連結就擺晒喺度噶啦，有興趣嘅大家就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。咁首先呢，何太而家嘅直播而家真係越玩越新穎，務求就磨時間，可以話呢係不擇手段嘅。咁除咗之前讀新聞或者讀嗰啲所謂叫心靈雞湯文章之外，而家呢，佢仲同一個做 AI 音樂嘅人夾埋，喺度播埋晒嗰啲 AI 歌。咁啲歌詞又唔知想點，然後呢就唱得非常之難聽。不過呢，又坦白講，咁又俾何太諗到計，事關呢，播埋晒啲咁嘅 AI 歌呢，大多數都唔會有版權。主要係因為相信做音樂嗰個呢，就唔會同何太去計較嘅，咁所以而家何太就犀利啦，喺佢嘅直播嗰度呢，就重複播呢一首咁嘅 AI 歌。咁其實呢，版主就估計呢，呢一個做 AI 音樂嘅 channel 可能呢未必真係咁中意何太，咁只不過佢係 send 啲歌俾何太，叫何太佢嘅直播嗰度播，然後就幫自己 AI 音樂 channel 嗰度做宣傳。咁但係可能嗰個仁兄呢，就叫何太直播啦，咁但係呢，就冇同何太夾定一個直播裏邊要播幾多次。咁所以何太咧就喺同一個直播嗰度播同一首歌播超過4次。大佬啊，佢一條直播60分鐘，差唔多6分鐘都係播歌嘅話，都真係幾呃人錢。最離譜嘅係佢播嚟播去都係播同一首歌添。再加上佢又開始喺度玩讀新聞，用佢嗰啲9唔搭8嘅鄉音喺度讀。更加好笑嘅係，如果何太係讀新聞，係真係讀新聞嘅話呢，咁都仲好地地啊。何太好讀唔讀，原來呢就走咗去讀舊聞。話說佢喺今晚即係3月10號晚上9點鐘嘅嗰段直播呢，佢竟然走翻去讀鍾培生向人哋求婚嘅嗰單新聞。因為根據資料顯示呢，鍾培生用呢個非常誇張嘅方式向人求婚嘅時間，其實就係3月4號嘅晚上。咁今日呢係3月10號噶啦，咁即係何太為咗壓時間，走去讀翻1個星期之前嘅新聞，咁真係講無恥呢，又真係難聽啲講，冇人救佢嚟嘅。咁試想像一下，如果版主做評論片啦，喂，做翻1個星期之前嘅舊聞都可以當新聞咁樣去做評論啦，又或者條評論片做咗擺咗1個星期之後先出街，你都唔會睇啦，係嘛？咁但係而家何太呢，就真係正宗啦，古老當時興，1個星期之前嘅舊聞呢，今日就當新聞讀出嚟，真係正正就講中咗呢咩叫做人無恥變無敵。而講起無恥，由於佢而家嘅直播開始都已經冇乜人睇，所以佢而家就開始識得玩噱頭，希望有啲人關注。嗱，首先喺度講一講呢，點解版主成日都話佢啲影片冇人睇呢？其實係有數據支撐嘅，就好似呢張相咁樣樣。版主就用咗啲統計 YouTube channel 嘅 Apps 呢，就去計算下何太嘅 channel 嘅 view 數啊，或者佢嘅 channel 係進步緊定係退步緊嘅。嗱，咁啊相信呢幾個英文字呢，就唔係太深嘅啫。咁原來喺過去嘅7日裏邊，佢咁多場直播夾埋，就係107283次。咁當然啦，個數咧就咁聽落去咧都覺得好多。咁但係呢個 Apps 就統計咗，原來呢個數字再對比翻再之前嗰7日嘅數字呢，佢嘅觀看次數係足足少咗50%。咁即係簡單啲講啦，14日前佢嘅直播呢就一共有20萬人睇，
但係過去嘅7日佢嘅直播呢就得返10萬人睇，咁就叫做少咗50%。咁其實坦白講啦，何太而家嘅直播呢係日日做嘅，就唔好似版主咁樣，可能一個禮拜先做1-2條片，甚至成個2025年都冇出片咁滯，要重新追翻啲 view 數。何太日日做嘅情況之下，都會跌 view 數跌得咁快嘅話呢，證明佢嘅 channel 而家真係開始冇人睇啦。咁所以何太而家嘅直播就學埋晒啲電視劇預告片咁樣，無啦啦咧就喺度搞埋晒啲噱頭。就差唔多用咗10分鐘嘅時間，就不斷喺度強調自己3月19號有重大事情宣佈。咁當人哋問佢咩事嘅時候咧，佢又唔肯講。例如有人問佢係咪有第二春啊咁樣，佢又話啊差唔多咁上下啦。跟住有人再追問佢，喂係咪揾到廣告商？有人揾佢做直播帶貨啊？佢又話哎呀差唔多啦，都係呢啲嘢噶啦咁樣。然後甚至又有人問佢係唔係真係拍電影？跟住佢又話都係類似呢啲嘢噶啦。總之你問佢有咩事呢，佢都會話差唔多啦，都係呢啲嘢噶啦。咁就不斷喺度吊大家嘅胃口，同時間呢，就不斷喺度炒作自己嘅話題，用嚟拖長自己嘅直播時間。咁講真啊，版主呢個 channel 都叫做係咁以剪咗200-300條評論片，都唔夠膽咁樣去吊大家胃口嘅。不過佢又真係肆無忌憚嘅，咁樣一個話題就拖咗人哋10幾分鐘。但係奇在就真係有人不斷喺度追問佢，喂咁到底發生咩事啫？反而一睇就知，根本就只係想借一個唔存在嘅話題喺度拖延時間。咁坦白講啊，以何太咁樣嘅人，佢會有咩搞作啊？唔通真係有人揾佢直播帶貨咩？如果係嘅話，早喺2024年佢同阿可伯炒得火熱嘅時候，就已經有人揾咗佢帶貨啦。邊度使等到今日啦？咁不過要講厚顏無恥呢，以下落嚟何太嘅行為就真係厚顏無恥到極致啦。咁話說何太呢，就成日都喺度講噶啦，其實呢，我有好多忠粉寶寶支持嘅，又話附近自己青田村附近嘅街坊呢，都非常之支持佢咁話。咁不過由於何太近期呢，其實都俾好多所謂佢嘅黑粉去揾佢喺邊度做直播，然後就影佢相，跟住呢，又揾啲保安去驅趕佢啊咁樣，咁搞到呢，佢嘅直播成日都要喺度走嚟走去。何太為咗喺鏡頭前面死兜呢，就成日都話自己其實我好受歡迎噶。咁結果呢，佢今日就揾咗個所謂嘅忠粉寶寶，就走去佢嘅直播前面呢，就同佢打招呼，仲講咗好多好離譜嘅讚美說話，又竟然好意思呢話何太皮膚非常之好啊，真人好靚啊，同埋又好好口啊，好有禮貌啊。咁我坦白講啊，喂呢啲真係完全係反話嚟嘅。咁我首先話佢皮膚好，咁係人都知佢而家直播個樣係靠 P 圖同埋美圖秀秀先 P 出嚟嘅啫嘛。咁話佢斯文咯，喂2024年嗰啲片啊，佢粗口爛舌係咁喺度鬧下可伯，佢而家呢，竟然死撐話自己呢，其實係唔識講粗口嘅，只不過呢，係忍無可忍嘅時候呢，先會講幾句嘅啫。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呢，可以試下回憶翻佢2024年嘅影片。講粗口係講到非常之純熟，鬧可伯鬧得開心之餘呢，又好激動嘅，就真係可以搞到可伯呢就係爆血管咁滯。咁呢啲你都可以話係假扮出嚟嘅話呢，咁啊坦白講啦，版主都唔知咩叫做真啦。咁正當大家諗住喂咁到底係咩人啊會咁樣發雞埋去讚何太嘅時候呢，嗰個所謂忠粉寶寶就竟然自爆，就喺個直播度呢，就話其實我下晝呢已經同你打過招呼噶啦，我今日呢已經見咗你第3次啦。咁然後何太呢，咁何太呢先至再喺度死兜。就話係啊，好似係啊，我下晝好似見過你啊，然後再之後咧先至改口話咧，其實咧佢下晝咧已經行咗過嚟幾轉，同我打咗幾次招呼，知道佢咧不斷想同自己講支持自己，原本就話呢個人係忠粉嚟嘅，而家就改口話呢個人咧不斷出現喺自己前邊。咁即係講到尾呢，其實係同一個所謂嘅忠粉寶寶喺唔同嘅直播時候出現，然後喺唔同嘅直播度呢都喺度讚佢，咁就假扮到呢有好多嘅所謂忠粉寶寶去讚佢啦。只不過對白對唔到，呢個假嘅忠粉寶寶呢又漏咗口，先至俾人踢爆。原來係同一個人分幾次出現去讚佢，佢就扮到自己好多 fans 咁解。咁講開 fans 啦，以前呢，如果大家有睇到何太嘅直播呢，就會記得佢曾經講過呢，就話呢，總之你肯打賞俾我呢，我就好高興噶啦，一個幾毫啊，10蚊8蚊都好呢，咁我都會好高興去接受嘅。咁唔知而家係咪因為佢自己打賞俾自己呢，一嚟就788啊，1588啊咁樣，搞到佢開始喺度自我膨脹。佢今日竟然呢，就鬧鬼佢自己嘅忠粉寶寶呢，就嫌人哋打賞打得少。甚至仲老屈翻人哋轉頭呢，就話呢個呢其實唔係忠粉嚟噶，呢個肯定係黑粉嚟噶。咁到底發生咩事呢？咁話說今日何太嘅直播就講解翻，佢喺尋日即係3月9號晚上嘅直播，就有個忠粉寶寶上前俾一封利是佢，
不過佢就嫌人哋個封利是呢得1蚊人民幣擺咗喺入邊，於是呢，佢就老屈人哋，就話呢1蚊人民幣，喂呢啲白金嚟嘅喎，咁仲要人哋明明喺個利是封入邊呢入咗啲讚美何太嘅說話，佢都可以屈翻人哋呢。你咁樣樣玩我啊，咁呢啲係說話肯定係反話嚟噶啦。咁就同佢以前所謂1個幾毫嘅打賞佢都會收得好開心嘅呢個講法呢，完全就已經背道而馳。咁到底係以前講緊假話，定還是而家越嚟越虛偽？又或者真係開始收得大額嘅打賞多，開始喺度自我膨脹呢？咁啊真係得何太一個人先至知啦。咁好啦，版主嘅評論呢，今日又嚟到呢一度，咁唔知大家點樣睇？佢揾啲臨記去佢嘅直播前面去讚美佢，但係最後俾人踢爆，佢係同一個臨記連續出現幾次呢？大家又點樣睇嗰個俾咗1蚊人民幣嘅中粉寶寶夾硬俾佢話咗係黑粉呢？而大家又認為佢口口聲聲話3月19號有大搞作，大家又會覺得係咩搞作啊？定係純粹係炒作呢？不妨留言講低大家嘅睇法啦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我係講得好嘅，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！